市府積極推動台南優質的農特產品拓銷到日本的市場，透過參與東京食品展，佮着前進東京的晴空塔、熊本佮群馬等所在，開拓通路，並且直接佮當地消費者來接觸。這間的冷凍山野的外銷，嘛是參與東京食品展的重要成果之一。第一批7000公斤的冷凍山野，日前嘛舉行風櫃來客運。台灣季算不算？算。綠源牧場算不算？算。這一櫃預計我相信很快就會銷售完了，因為在東京晴空塔底下的台灣季每天大概有將近10萬人的進進出出，非常熱鬧，比起台灣的這個夜市還要熱鬧。那所以說消費力非常驚人。那我們今年第一櫃先銷售冷凍芒果，除了冷凍芒果之外，還有一些我們農特產品也經過台灣季公司他們精心挑選的。那也一方面試一試市場的水溫，一方面也直接面對消費者。面對消費者的部分是最實際的。這個廣告打得再響，這個花錢花得再多，但消費者喜歡青睞，這才是最重要的。那通路商也很重要，我們農民生產出很好的農產品，透過像綠源牧場，還有台灣季這樣的通路商，能夠兩邊能夠結合起來，然後提供給日本的消費者，以及去晴空塔玩的觀光客最棒的台灣季的享受。市長表示，這屆除了冷凍的山野，佮着相關的果品以外，同時嘛搭配多項台南農特產品來進行測試佮着推廣，並結合台南的小吃元素，希望提升整體行銷效益。在4月4號，東京晴空塔登場的台灣季活動，因為人潮多、消費力強，相信這批產品真緊就會用銷售一空。台南新聞綜合報道。